咁師傅今日咧就再同大家講一個8年前喺商場職場上面點樣用蓮藕去將啲死對頭同小人釘死，踩喺腳板底嘅秘法啦。因為100幾年前嘅廣州13巷嘅商貿繁華，有一間好出名嘅大茶莊，茶莊入邊有個掌櫃，我哋化名叫阿榮啦，做嘢勤力老實，但係偏偏茶莊嘅大掌櫃，即係而家嘅公司高層阿喬叔，份人極度陰險啊！阿喬叔唔單止成日貪污公款，仲係下下將啲鑊推俾阿榮孭，甚至喺大老闆面前中傷阿榮，想逼走佢，安插自己親戚入去做啊！阿榮日日俾喬叔打壓到唞唔到氣，差啲連份工都保唔住，一家大細等住食飯。阿榮俾人逼到狗急跳牆啦，終於喺一個行船嘅客口入邊呢，就知道咗桃山筆談入邊呢一支蓮藕鎖魂嘅毒招啊！咁點解對付小人要用蓮藕呢？嗰個筆談入邊記載，蓮藕生於污泥，入面中空，外表睇落就似人嘅軀幹，同人嘅形態相似，容易吸魂嘅。喺法術上面呢，將仇人嘅魂魄封入蓮藕，再用鐵釘封竅呢，就可以令對方心智大亂，氣脈受阻，永無翻身之日啦。當年阿榮呢係咁做嘅，嗰日收工呢，阿榮就喺街市買咗一嚿好大帶住污泥嘅大蓮藕，返到屋企佢就用利刀將蓮藕削平少少，喺上面用朱砂畫咗個人形。咁師傅提下你啦，畫人形最緊要咧就係開光，即係一定要畫齊眼、耳、口、鼻，等佢有五官去通氣嘅。然後阿榮喺蓮藕嘅正中間咧，大大隻字寫住阿喬叔嘅全名。佈置好之後咧，阿榮咧就喺蓮藕上面抄支香，點着佢，雙手合十，咁就念鎖魂咒啦。裝住香嘅時候咧，阿榮就好似癲咗咁樣，不停對住嚿蓮藕大嗌喬叔嘅全名。咁喺筆談入邊記載咧，嗌得越多，仇人嘅三魂七魄咧就容易俾人扯入去嘅。直到支香燒完咧，阿榮就將支香雞抌咗去，咁個法就正式啟動啦。因為阿榮同喬叔嘅仇口真係太大啦，佢冇用到普通嘅繡花針，而係去木行買咗盒又長又利嘅木工釘。由嗰日開始，阿榮每日放工翻到屋企就攞起個錘仔，狠狠咁樣將木工釘揼落去個蓮藕度。揼嗰陣呢，要好有技巧，力度要夠毒，但係絕對唔可以揼爛嚿蓮藕，因為蓮藕一爛呢，法術就破噶啦。就咁樣，阿榮足足揼咗49日，嚿蓮藕密密麻麻釘滿咗49粒木工釘。最後，阿榮趁半夜黑齊，將嚿插滿木工釘嘅枯萎蓮藕拎去城外邊一個極陰嘅大榕樹底，深深挖咗個窿埋咗佢。咁個法術一做完呢，喬叔嗰邊就即刻出事啦。由阿榮落第一粒釘開始咧，喬叔就日日覺得周身骨痛，好似俾針吉咁樣啦。咁喬叔後尾就精神恍惚，喺茶莊成日都做錯嘢。去到第49日，大老闆咧終於係頂喬叔唔順，叫咗佢入房照完一輪肺，仲要俾大老闆套到佢平時穿櫃桶底嗰啲衰嘢。阿大老闆咧最後打斷咗佢隻腳，直接報官。咁阿榮咧就順理成章頂上咗阿喬叔個位啦。咁大家聽落好似好爽咁，呢個可以對付啲職場小人咁樣，但係師傅咧照舊要提下大家，呢個法門咧戾氣極重噶，一釘落去冇得翻轉頭噶。大家睇下8年前啲人點樣過之就算啦，千祈唔好自己手人去試啊！冇師傅幫你手咧，你自己落釘咧分分鐘會傷翻自己嘅。